你係咪成日以為餐餐嗌碟郊外油菜，仲要去油？或者喺屋企淨係用清水白灼棵菜心，就係全宇宙最健康嘅食法。我話你知，如果你一直咁樣做，你可能食咗幾十年架健康，甚至乎你辛苦吞落肚嗰啲纖維同營養，分分鐘係食咗等於冇食，甚至仲會越食越傷身。好多朋友同我講，話自己去到40、50歲，明明已經食得好清淡，餐餐白灼，點解皮膚仲係咁乾，成日便秘？甚至身體檢查嗰陣，醫生話佢缺乏維他命。講真嗰句，問題就係出喺呢個白灼嘅陷阱入面。今日我會用最詳盡嘅方式拆解呢個白灼菜心背後嘅營養大騙局，仲會教你點樣將蔬菜分開成5大類，教你點樣煮癌佢，呢啲先至係真正嘅養生之道。我哋先嚟講下點解白灼會變成假健康。你諗下喺2026年前嘅今日，我哋對營養嘅認知仲係停留喺冇油就係好嘅階段，但係你知唔知蔬菜入面好多最寶貴嘅營養，例如維他命 A、D、E、K， 佢哋全部都係脂溶性嘅。簡單啲講，即係如果你個胃入面一啲油都冇，呢啲營養素就咁喺你腸胃行過路過，最後直接排翻出嚟。你以為你食緊抗氧化劑，其實你只係食緊一堆冇味嘅草。仲有一樣嘢好攞命，就係白灼最容易令到水溶性維他命流失。維他命 B 同 C 最怕熱痛水。你將棵菜放落滾水度灼佢3、5、7分鐘，嗰啲維他命 C 起碼流失咗50%甚至80%。你飲嗰碗灼菜水咩？除非你飲埋嗰碗水，如果唔係，你基本上係將營養倒咗落去排水口。咁樣食法，對一個30歲、40歲甚至60歲嘅人嚟講，唔單止吸收唔到營養，仲會搞到腸胃唔舒服。好多人以為食得多纖維就唔會便秘，結果白灼菜食到成肚氣，因為冇油潤滑。啲纖維喺條腸度掛住，反而令到便秘更加嚴重。所以咧，唔好再盲目追求白灼啦。要食得真養生，我哋首先要分清楚蔬菜嘅5大類，每一類都有佢嘅脾性。你煮得啱，佢先會係你嘅靈丹妙藥。第一類就係我哋香港人最常食嘅深綠色葉菜，好似菜心、芥蘭、菠菜呢類。呢啲菜富含葉酸、葉黃素同埋維他命 K。如果你用白灼，除咗啱啱講嘅營養流失，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草酸，好似菠菜同莧菜，草酸含量好高。如果煮得唔好，草酸會同你身體入面嘅鈣質結合，形成結石。對於一個50歲以上嘅老人家嚟講，呢樣嘢係非常之危險。正確做法應該係水炒法，先落少少水煮滾，加1-2滴油，將菜放入去快手炒兩炒，最後先落鹽。油份可以幫你吸收維他命 K， 又可以保護菜葉嘅翠綠，唔使灼到黃晒。第二類就係十字花科蔬菜，即係西蘭花、椰菜花、椰菜，呢啲菜係公認嘅抗癌神物，因為入面有蘿蔔硫素，但係蘿蔔硫素最驚高溫灼燒。如果你將西蘭花放入滾水度煮5分鐘，我可以話你知你嗰碟西蘭花已經變咗垃圾。營養師建議呢類菜最好係用蒸嘅方法。蒸3至5分鐘就夠，或者係用少油、低溫快炒。你要記住，十字花科蔬菜要保留嗰種爽脆嘅口感，先至係保留咗最高嘅營養。我見過好多人煮到爛晒，嗰啲真係食落肚都浪費時間。第三類係鮮豔顏色嘅蔬菜，好似紅蘿蔔、南瓜、番茄、紅椒。呢啲蔬菜含有大量嘅類胡蘿蔔素同茄紅素，你要記住一個金科玉律喎。呢啲色澤鮮豔嘅菜一定要同油一齊煮喎。我以前見過一啲20幾歲想減肥嘅女仔，餐餐食生嘅紅蘿蔔條，或者食白灼紅蘿蔔，結果食咗半年，面色變到黃晒，但身體又吸收唔到營養。點解？因為冇油，茄紅素同類胡蘿蔔素係完全釋放唔到出嚟。呢類菜你一定要用油炒，或者同肉類一齊煮，利用脂肪去帶動營養吸收。如果你真係想食得清淡，你起碼都要喺白灼完之後淋一匙羹優質嘅橄欖油或者麻油落去，呢個動作係救命嘅動作。第四類係真菌類同藻類，即係冬菇、雲耳、雪耳、海帶，呢啲食物有好多多糖體，可以增強免疫力。呢類蔬菜唔係灼唔灼嘅問題，而係洗同浸嘅問題。好多人浸冬菇浸到個水變晒黑色，然後將啲水倒咗去，其實嗰啲精華就係喺嗰啲水度，所以
建議大家洗乾淨之後再浸菇嘅水可以留翻嚟煮菜，而且呢類菜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去煮，等佢嘅細胞壁破裂，多糖體先會釋放。白灼嗰1-2分鐘根本係煮唔出味，亦都煮唔出營養。第五類就係根莖類蔬菜，好似番薯、山藥、芋頭、蓮藕，好多人將呢啲當係菜嚟食，其實佢哋更多係澱粉。如果你已經食咗一大碗白飯，再加一碟白灼蓮藕，你嘅血糖指數就會爆升。對於一個60歲有血糖壓力嘅人嚟講，呢個絕對唔係養生。呢類蔬菜最健康嘅煮法係連皮煮，用蒸或者焗嘅方式減少澱粉嘅糊化，令到升糖指數降低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咁我平時出去食飯，避無可避，一定要食白灼菜，點算呀？其實有幾個執生嘅小技巧。首先，如果係白灼菜，記得叫佢油水淋上，你唔好完全唔落油，你可以自己淋少少優質嘅油，或者配埋其他有脂肪嘅油菜一齊食。例如你食白灼菜心，你可以配1-2片大脂肪嘅肉片，咁樣可以幫手吸收維他命。另外，大家要明白一個觀念，健康唔係減法，而係加法，唔係話減咗油減咗鹽就係健康。你減咗啲唔好嘅嘢，但你同時都要加翻啲好嘅嘢入去。例如你煮菜嘅時候加少少薑絲、蒜頭。蒜頭入面嘅蒜素係非常強嘅抗氧化劑，但蒜素需要切開之後擺15分鐘先會產生作用。如果你將成粒蒜頭放入滾水度着，係完全冇用嘅。你要將佢切碎，擺一陣，再落鑊快炒。我哋香港人生活節奏咁快，好多時追求快、靚、正，白灼確實係最快。但我想話俾大家聽，如果你今年已經30歲，或者你係為咗屋企嗰個70歲嘅老人家煮飯，你就要花多一點點心思，每日用多5分鐘，換嚟嘅係全家人嘅健康。呢筆數絕對係有得計。我再強調一次，蔬菜唔係食得多就得，而係要食得啱。你試下改咗個習慣，唔好再餐餐白灼。試下我講嘅水炒法，鑊入面放少少水，大約半碗，水滾之後加1匙羹好油，例如苦茶油、牛油、果油或者橄欖油，放入切好嘅菜，冚埋蓋，焗佢1-2分鐘，最後加少少海鹽，咁樣煮出嚟嘅菜色澤鮮綠，口感清甜。最緊要係營養，全部封死喺菜入面。油脂仲可以幫你帶動營養進入細胞。好多人問我，2026、2027年嘅健康趨勢係乜嘢？我會話你知係精準營養。我哋唔再係盲目追求清淡，而係追求每一啖食落肚嘅嘢都要發揮佢最大嘅功效。你以為你喺度養生，其實你喺度消耗緊自己嘅身體。呢種假健康真係要不得，所以由今日開始分清楚你手上嗰棵係咩類別嘅菜，係綠葉類就水炒，係顏色類就一定要落油，係十字花科就唔好過熱，係根莖類就要控制澱粉量，係真菌類就要浸得鹹煮得夠。記住，我哋食嘢係為咗攞營養，唔係為咗完成任務。如果你餐餐食嗰啲好似草咁嘅白灼菜，食到個人都冇晒胃口，心情唔好，其實對肝臟都唔好。食得開心，煮得科學，呢啲先至係真正嘅養生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健康其實唔難，難就難在你要打破舊有嘅觀念。如果你身邊仲有朋友每日瘋狂白灼菜，仲覺得自己好健康，一定要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知，唔好等到身體出咗問題先至後悔點解當年食咗咁多假健康嘅嘢。由今日起告別嗰碟淡茂茂嘅白灼菜，用我教你嘅5類分法，幫你嘅餐桌加返啲色彩，加返啲真嘅營養。養生唔係一朝一夕，而係每一餐嘅累積。希望大家喺未來嘅日子入面，唔單止食得飽，仲要食得精，食得真正健康。